声音是影片的灵魂，声音处理好了，你们现在的片子差不多就可以看了。所以说，用好你们手上的枪式话筒，不要只会用小蜜蜂，尤其不要只用手机，好吧？所以，今天的作业，各位你们去录一些你们喜欢的声音，做一个主题，2分钟。老师就是什么主题都可以吗？怎么着也得有点艺术性吧？你千万别录一大堆什么吃饭吧唧嘴来恶心我、糊弄我，好吧？